大家平安，老师平安，平安，请食平安。饱未？食饱。食饱，即摆当食饱，咱想讲袂歹吼，真欢喜吼。真正是无甲带来一件代志。即最近迄个泰国啊，逐工拢超过万人得着新冠病毒，所以呢，我就想要甲伊呼掉的对无？就想要顶头开始的吼。所以好，今仔讲着顶头开始吼。哎，但是台湾做好对无，老师？台湾即阵台湾佫袂歹，无迄个上万的啦，上千的无诶。上百了，倒台都紧张啊吼，毋免上万吼。真好，真。过恁的疫苗佫是来袂完吼，嘿，毋免上万吼，嘿嘿嘿。啥物啊？真好，真。过恁的疫苗佫是来袂吼，嘿，毋免上万吼，嘿嘿。啥物？真好。好。嘿啊，毋知啥啦，啥物声音？好，快势。好，阮的疫苗袂互台湾对无？嘿，结果阮家己无疫苗嘿吼，不要紧，所以台湾是一个做好的所在吼。啊嘛，今仔真欢喜，逐个做伙过来讲台语吼。即个是老师翕的对无？伫一个啥物所在？小琉球。小琉球迄个。哦，嘿，来一个做先一个对头开始的生命吗？拢用水洗清气啊，个对头。用水洗清气啊，嘿，足侪水吼。顶礼拜讲到迄个，迄个什么？顶礼拜咱有讲一半吼啊，今仔日要来甲讲好了吼，因为咱来有一个概念，就是咱迄只船是做偌久，是偌大只，是安怎啊？今仔日让咱看，伊做的时阵啊，甲入去内底啊，甲出来。几月几日发生的代志，拢记录甲足清楚，所以这一定是咱家己写、家己记录的。然后因为日期吼，几日拢算甲恁船内，逐日拢爱算啦。40日、100日、50日，你看第一届吼咧2月初10，就是咱600岁的时阵啦。伊600岁的时阵，拄好失落行，就是。互人赶出，就是讲赶出来电能以后的1656年，拄好若是600岁，600岁迄一年的2月初10，伊就落船，上帝叫落船，因为甲伊讲过船7日，大水就是讲落雨就要来啊，所以伊就入去船内。来2月17开始落雨，水利会，咱前礼拜有讲到遮，来到3月26，就是40日后，迄个水就中悬啦，中到上悬，中上悬的是，就是讲伊的水已经悬过上悬的山的顶悬，佮15丈，15丈就是讲15支手骨遐尼长啦，15丈，啊船就浮起来，浮恁。临水面无法度去临地面，所以就等下摇来摇去，开始咧摇啊！来到7月17，就是讲大雨。2月17，我用红的写你看2月17到7月17，拄好3个月，冇5个月，5个月2到7，2到7月，5、3、15、150日，大船的。停定伫阿拉粒山，阿拉粒山的悬度是5200公尺。之前伫阮兜遮迄个呢，阮兜遮吼差不多落2工的雨的淹水啊。伊40工的淹山对无？伊淹到山的顶悬15丈真悬啊！是150日，咱爱注意看7月17。这是旧历啦，就是讲以色列的历，咱等者来特别说明哦。7日拄好是亚述过活的日啦，咱等者来特别看。来10月初，伊40日后就无搁落雨，无落雨，迄水面就渐渐退，渐渐退。迄个山头就浮，本地山头是拢阴冷水的下骹拢无看着。
你有看到拢是水，来咧有看到山头10月初，11月初10的时吼，那就放出一只蚵仔，因为蚵仔是生活伫悬山的顶悬，所以放伊是出去，看伊会活袂。结果迄只蚵仔出去以后，伊真欢喜，因为伊会当生活，因为山头已经出现，伊是属于悬山的鸟只，若放粉鸟就无法度啊，粉鸟无法度人生活伫悬山，粉鸟是伫平地生活的。来你看，来经过7日后，7日后就17的伊去放粉鸟出去，放粉鸟出去的时阵。迄只粉鸟找无所在通停骹，伊到就去飞倒转，飞倒转，就去接伊入来，伫桶甲伊接入来，去经过7日，安尼就是11月24后，伊去甲迄只粉鸟放出去，即摆迄只粉鸟放出去到下晡日头要落山的时阵，伊倒转来了，但是伊倒转来喙有夹一个新的橄榄叶，橄榄树的叶啦，就是讲新发出来迄圆仔啦，伊就安那就知影讲，哇，迄个平地，因为粉鸟我拄则讲，粉鸟是生活伫平地，佮有橄榄树伫悬山有哪无？伫平地甲有，咱的橄榄树有哪看？有哪安尼？3000公尺以上的无橄榄树。但是伊个等各位较出去。对。所以拢用到做好势来，到第2年，就是讲伊600岁的时阵，到601岁的时，601岁，就是第2年正月初一，水就拢干。伊讲，那就开门起来讲，水拢干啦，来个等到2月27，那甲出门，因为为什么个等了久呢？因为爱等到。水拢总消失，个所有动物拢有法度人活，所以伊派出，你看伊派出蚵仔，派出粉鸟，迄就是咱即摆讲的尖兵，也是讲侦探，像迄阵出来结个时嘛是派出12个，结果2个讲好话，10个讲歹话，咱就后来咱来看另外一张我拄则要讲，为什么讲7月14是耶稣过活呢？咱来看，因为巴比伦的律法甲迦南的律法因的月拢有一个名啦。若是阿必伫迦南，咱看第一段巴比伦律法讲尼散月，尼散月。就是阿必月啦，迦南律来阿必月，因为我较早咧看圣经也是说明拢会回去讲这是毋是尼散月个阿必月是毋是个无共的2个月？原来拢共款，是因为巴比伦的律法甲迦南的律法的讲法无共。日旧的，就是讲因的民间用的是伊的顺序是第7月。第3月阿必月就是第7月的意思啦但是你出来级以后，因为伊是伫阿必月出来级，迄一日出来，所以上帝就甲伊讲，恁爱用这个月做恁1年的开始，就是讲爱变做第1个月，所以那种新的，就是讲人会讲个新历啊新历啊，讲新历啦，是讲新的律法，历啊。咱的过年。对，7月甲1月就差者，拄好差啦。所以以色列人即摆7月在过新年嘛，咱掠准伊是1月，因就是安尼算的。来另外一撮是咧，我那咧讲安尼，咱来看圣经，出来记13章第4节，即日是恁出来的日，是伫阿必月的中间。即日出来记就是讲，伊离开埃及的时，就是伫阿必月的中间。阿必月当然就是7月啊。上帝话讲，恁爱甲这个月当做第1个月，所以就改做第1个月。所以正月14是阿花的半过节。因为安尼讲呢，因为耶稣是伫半过节的时候定12日过。
下骹我有说明哦。耶稣伫搬过节时，就是阿伯月14日，互人定十字架。迄日应该是7月，那用旧历，就是讲出来入去正算是14，3日后拄17，所以就是讲因为迄个时阵出来入的时阵哦，出来入就也未出来入啊。迄阵啊，律法因为咩啊？因为历啦，因为年历因为腊日啊，就是用7月17，就是耶稣的过活。来，咱说来这张。来新的世界定心不易哦，我意思就是讲，这那后来那水毋是退落嘛，就是讲生出一个新的世界出来，第二摆的新世界，这届是第二摆哦，因为第一摆是另外，咱等下来看第一摆，咱先看第二摆哦，第二摆创世纪8章第一节，上帝决定啊。甲一切画面，以及甲伊伫大船一切精神，上帝风吹地，水就渐渐消失。上帝决定啊，就种其实上帝不时拢咧笑脸关顾，伫遐照顾那船内全部的画面，甲那一家人，因为有永远伊要甲伊救。所以伊并无袂其实，毋是讲伊袂其实后来佫记得，毋是安尼，是伊不时咧挂心遐，所以伊就互风来吹地。但是迄要来，因风甲圣灵是共迄字啊，所以讲风就是圣灵，圣灵就是风。咱来比较第一届吼，第一摆的新世界，创世纪第1章第1节，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时。地是空空混沌，前面的顶面黑暗。上帝灵运行入水面，有无？伫水面，甲咱即个第二摆伫水面用风甲吹互打，第一摆伫水面伊用风甲吹互打，共意思哦。来最后迄节圣经哦，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就讲看真好。伊做了以后讲哇，足水诶！那像咱即摆咧看世界，哇，足水诶！海就是海，天就是天，云就是云，有够水。你讲啊，真水。感觉世界真水吼，因为感觉拢水起来啊。为什么真水会变真个是讲互水暗去诶？拢变落高梅吼。为什么安尼？第一摆为什么会毁灭全世界？用水来毁灭？是因为人离开上帝，一日到晚拢总想歹诶代志。我要安怎？心理人想讲，我要安怎甲你趁较济，趁较济，其实就是骗较济啦。骗较济。逐款诶人拢相款啦，拢是安尼。无一个，迄阵当然啊，有哪有真好诶人，但是伊迄阵讲全部诶人拢是歹。干那一个听上帝的话，像伊即摆毋是有经过人嘛？爱知影，因为有一工伊要过来，要过来是当时要来，伊甲你讲毋知，有时像那日要过来吼，咱来看，咱来继续看，继续看后一张看觅。大船。好啦，最后今日最后一张，咱来思想这个问题啦。那大船要对咱有啥物启示？彼得前书这这是新约圣经吼，就是耶稣以后写的3章20节，用遐的灵魂，就是那在准备大船的期间，上帝有吞忍听候的人，当时进入大船的人真少。简单爬对水来得救。咱会知影讲安那的即个消息是要甲咱讲啥？遐个灵魂，就是讲，互大水灭无遐全部的人的灵魂。因为上帝有吞忍听候伊900几担。是。到那开始做船，有120吨久，伊还阁毋信，已经人咧起船啊，还阁无爱相信，有无？对啊，还未关完的时吼。吞忍等候伊真久，所以因遐灵魂就灭无。
当时进入的人敢若八个就是翁仔某，伊三个后生，三个新妇，甲因翁某拄好8个人得救。是，所以咱的船叫做周巴口对吧？咱中国字、中国字的船，周巴口。后面迄则圣经吼，讲即个水我讲有表洗礼，但即个洗礼嘛有甲恁拯救，毋是洗除恁肉体的拉残，是互恁有清白的良心，通对上帝祈求。即个洗礼通过耶稣基督的割我，已经互恁得到拯救。即个水有表示咧，咱今仔日要进入耶稣内面，就是要耶稣若是迄只大船来讲，咱要进入伊内面，是毋是爱先洗礼？是。洗礼是毋是爱有水洗礼？然后伊有英文讲，上帝用圣灵甲你洗礼。所以用水先洗清气，是要叫你的内心清气，是毋是洗身躯肉体清气，是心内清气。当即个洗礼嘛有甲恁拯救，毋是洗除恁肉体的拉残。洗礼意思，是要洗你内心的清气。所以讲，一个人要来到上帝面前，爱清气家己的心，这是第一重要的第一件。若无清气，就讲你怨恨人，甲伊和好。你欠人什么物件，甲因用了，然后你才来到上帝面前。安尼清气的心，伊接纳你的祈祷。若无你的祈祷变无虔诚，就是讲你毋是真正咧祈祷吼。即个所以咱来看耶稣当时耶稣受约翰的洗礼的时阵，伫约旦河吼。你看，伊毋是圣经有写讲，哪像婚教，哪像婚教。哪像婚教？婚教，圣灵哪像婚教进入耶稣内面，然后就有一个声讲：这是我的囝，恁着爱听伊。是。这是我所听的囝，恁着听伊的话。上帝的话有甲人安尼宣布吩咐。正婚教是一个软正，佫是真清气的动物，因有分做清气甲无清气。婚教是清气的。所以咱今仔日看的即个哪的大水，是要讲甲世界洗清气。然后佫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出来。即个新的世界，上帝有哪讲真水？真水。真水，你要安怎去保持？你要安怎活伫真水的内面，最重要。你是要做正温顺那些上帝的话。这是我今日所要分析甲讲的话。感谢。多谢老师吼，会当有一个新的世界对无吼？来，逐项拢做好诶，无啥物病毒对无？毋免秘伫厝里，秘伫厝里1个月就感觉足艰苦啊！伊一冬伫船袂当出去呢吼。那伫船啊一冬着，有一冬要过17日。而且看动物呢吼，看迄动物啦。船伫顶悬海100几日。顶水面吼，伊若现存就艰苦啊。真正诶，我毋免100工，1工就好。可能就是已经乌有安尼，但是真欢喜吼，会当透过即个洗礼吼，咱会当阁有新的画面。所以观众朋友，你是毋是嘛欣赏有即个新的画面？欢迎你来领拜阮的上帝哦。来吼，阮嘛是共款要邀请你，你会晓讲台语的，你甲阮报名吼，起来甲阮讲你台语的一个经验吼，趣味的代志吼，3分钟就好吼，就欢迎的。来，阮即个节目是每礼拜一下暗，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由什么台南信教会兼泰国的科莫基金会吼做伙主持的吼。真欢喜，你会当甲阮做伙来讲台语帮阮按赞分享，多谢老师，多谢，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